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看到蔡英文总统连任后第一摆双十节这个演说，大家拢真认真来看。尤其针对着2020，咱讲武汉肺炎，伫咧防疫成果，也是讲经济这个战略、国家的安全甲区域合作，拢来做一寡这个宣示。伊主要是向对看来讲哦，符合对等甲尊严之下吼，愿意促成有意义这个对话吼。伊讲咧，针对着对看领导人习近平哦，最近伫咧联合国视讯公开表示讲。伊讲哦，中国无要扩张啦吼。蔡英文讲哇，希望真正这是一个改变的开始啦吼。那么和平的这个对话爱开始来有一寡这个进展，所得到对看用这个共军啦吼，这个军演也好，也是讲有这个间谍啊，这个剧本等等啦吼。那么看到讲国台办伊安怎讲呢？伊讲哦，都爱回到这个九二共识，才当重新来去做对话。如果讲到啥台独啦吼，真正是一条这个绝路啦吼。那么看到讲吼，有外部势力，伊讲吼，可能是这个美国这部分啦吼，伫遐斗帮忙斗相共，效果吼，就恁台湾家己来打啦吼。其实咱看到这回这个双十节的这个部分吼，其实印度伫遮虽然甲咱无邦交，但是伊对咱的这个双十节吼，有一寡吼，亲像因大文啦吼，伫咧这个广告等等吼，拢来挺台湾吼。这个部分吼，这个中共真正佫看袂落去，因安尼讲吼，中国开始就威胁到这个印度的媒体讲，哇，真正袂当报道台湾双十节这个消息吼。印度真正非常的这个不满。另外咧，咱嘛看到讲，这个印度执政党这个发言人，伊是安怎讲吼？伫咧中国驻印度使馆以外吼，拢来庆祝双十节啦吼。真正，咱嘛看到讲，印度即阵是和咱台湾吼，甚至讲和这个美国徛共位啦吼，因为咱看到有这个中印冲突。另外，咱嘛来看到讲吼，其实吼，伫咧咱讲回应，咱即阵已经吼和平要来要求对话，但是咱看到中共可能是无安尼想啦吼。你看，过去咱讲邦寮这个顾问啦吼，伊号做这个李明基啦吼，去用安怎自白来讲吼，回实咧讲伊家己唔对啦吼，尤其吼勇士伫咧咱讲国庆以后，过当天就来放出伊吼认错这个影片，讲哇非常的抱歉吼，对祖国吼也是个国家真正是一大伤害。另外勇士。伫因的节目内底，新闻联播啊，佮这个专题报道内底，拢讲吼已经吼破获吼有这个超过100外案的这个台湾间谍案吼，咱嘛看到讲，咱的陆委会真正是强烈的回应吼，讲是这个恶意咧伫加议题、差议题，到底咱讲两方未来何去何从？今日咱做回来对话。这部电视来邀请三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民进党立委刘世宏，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台湾民众党立委邱成元，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前国民党发言人吴文琪，阿明好，大家好。先带大家来看讲吼，李明基红认错吼，这回真正吼，咱讲勇士吼放出这个消息，尤其伫咱讲这个双十节过当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先做来看。对，就是很抱歉啊，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措施啊，然后也对祖国、对国家。或许有一些伤害，那我觉得暴力是绝对不对的。2019年8月份，为香港去侵船了后，就失去联络的屏东县邦寮乡乡镇顾问李明基，11暗出现伫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内底，一个开喙就是回实的，因为去香港发台湾挺香港民主的宣传单，还佫去侵船去武装警察集合的画面，同认为讲是严重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还佫公布邦寮乡长陈阿玲甲李明基对话的记录，那李明基是讲，伊是去互陈阿玲骗去的。他那时候跟我说，他没有请到假。我当初那时候没有想太多了，后来我才觉得不太对劲，是他早就知道有危险了，竟然把我送过来骗过来这样子。不应该用这样子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方式，让他去说出他不愿意说的话。他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商人，他从事望远镜的一个生意。那当然很不巧，就是被中共拿来做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政治操作，这是我们很遗憾的事情。陈阿玲呼吁中国爱赶紧把李明基放出来，还佫质疑讲台湾双十国庆的过当天放送李明基的影片为政治的目的，那陆委会嘛表达强烈的抗议。这是对岸恶意政治炒作，诬陷我方人员从事间谍行为，其动机令人不齿。陆委会要正告中共当局，停止以构陷编造入罪的方式
无端栽赃我方人民。陆委会嘛呼吁中国，要赶紧停止无符合正当司法程序的做法。副总统赖清德嘛讲，政府会协助李明基出来的人，任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中国玩压人在先、强迫告白在后的戏码。政府会来协助他的家人，提供给李孟居本人必要的协助。实情我不太了解，但是任何可能侵犯人权的事情，我们都会关切。前总统马英九以关心侵犯人权的问题来做回应。因内政部长徐国勇是强调讲，台湾的自由民主是真珍贵，为中国军机真接受台湾，还佫有放送李明基回失的影片。中国一直有动作，嘛互两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张。记者综合报道。首先要先来请教老立委啦吼，咱看到李明基这回这个案啦吼，真正咱讲搁去互被认错啦吼，尤其这个用词伫咧国庆，咱讲像是在过两天放出来，这是什么用意咧？我相信这是中国政府针对蔡英文总统伫咧双十国庆的谈话了后，因为双十国庆谈话海内外大部分拢是真肯定，嘛感觉真懊恼。认为蔡英文总统伫咧第二任的总统的时阵伊会当展现的做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有的这个角度，所以中国可能是暗度。第二项，我认为讲伊就是搁展现伊再一次来对台湾人民做统战，像李明基的案件，毋是头一遍。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台湾后选举的时阵对话差不多是，我会记得6年前还是8年前嘛共款，有一寡台湾人去中国互掠着了后，拢多自白，来讲我做毋对代志，对不起祖国。李明基嘛是共款，就我所知影，就是讲李明基伊除了是屏东县这个枋寮乡的乡镇顾问以外，伊阁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包括拄则有看到这个咱的枋寮乡的乡长，有讲伊就是一个普通的生理人尔然后这个台湾联合国协进会伫个网站顶我无讲着讲，这个李明基根本就是普通人尔，伊只不过去香港，去了看到香港警察咧拍人，翕一个相片等等佫包括真侪朋友，包括我所知影一寡咱媒体的名嘴嘛，感觉讲伊毋是真正所谓伊的这个飞碟还是讲间谍的代志，但是用这种方式，我相信伊是先录影录好的。OK， 咱咧要，伊本来是10个做10日一天就要甲伊放出来，就是讲直接甲你。感觉讲你台湾咧庆祝这个双十国庆然后甲你吐破，互恁台湾人讲这个蔡英文总统其实是无算啥物总统伊第2天才来创，毋是干那安尼尔，伊这个文攻武吓、文攻武吓这件代志，除了这个用来甲你台湾人讲，恁遮爱注意你即马来甲中国有讲毋对话来咱中国大陆的时阵绝对会当做是迄个间谍，就甲你掠去，佫来今仔日甲昨日嘛共款，伫咧咱的台南。毋是台湾南部的即个西南的海域，共款有即个演习嘛是共款，佫有即个扰乱台湾，佫来就是讲咧离金门100公里的所在嘛要做演习，所以伊用即种方式就是要甲你讲，恁蔡英文总统伫国庆谈话内底有讲要甲中国大陆是毋是会当用即个平等对等尊严的方式来得恢复有得谈判的空间？伊可能徛伫头一线的中华人民解放军这人先甲你 say no， 甲你讲即件代志无安尼简单，毋是讲你要讲来讲就讲我相信台湾的人对着即款的迄个真恶杂，互人感觉真。歹看真恶意的操作感觉已经真野心啊！我认为这件代志对台湾人影响无讲介大，但是徛伫咱若是李明基家己的亲情朋友顶悬，咱若是爱呼吁。头一项，中国大陆若是有法治国家，你应该甲咱讲，亲像本来搁较早。进入着李明德事件共款，是毋是咱的律师，还是讲咧咱请律师来去帮衬，互伊了解到伊什么代志，互你关起来，已经经过1冬啊，超过1冬以上的时间，然后伊的厝内底人佫毋知伊是伫倒位，敢若知影伊失踪，即款部分伫咧规个台湾内底我看到咱的海基会为2016了后，有申报讲伫咧中国大陆失踪的人大概是。100外个149个67个人拢全是找无人，应该是李明基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咱嘛是要呼吁讲，即个中国，你若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台湾人嘛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咱会当用法律的方式来看讲李明基若真正犯错，互你关袂要紧；若是无犯错，你应该还伊自由。OK， 但是咱看到中共的这个法律敢真正是法律啦其实拢是从安尼乌白乱案罪名咱其实看到，伫咧去年8月19的时阵，已经入境到这个侵权者然后来去失踪咱们看到讲9月12日，迄当阵国台办就证实讲李明基涉嫌啥物咧，从事着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的这个犯罪去被审查。当年咧
咱看到10月时阵，佮互中国讲吼，以涉嫌境外刺探吼非法提供秘密罪来去起诉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回伫伊的这个包内底，这个央视的报道内底哦，抄出来啥翻送中的一寡这个资料啦吼，啊可能这个伊翕的这个有一寡这个相片伫咧。咱嘛看到讲吼这个10月11号，这个央视这个报道内底吼，真正就讲吼，伊即阵自备讲吼，互伊的这个陈雅玲吼，就是咱讲枋寮乡的这个乡长啦吼，过去吼，就是讲吼。甲伊骗去啊，参加着咱讲的反送中的这个运动啦吼。啊，另外伊讲啥，我真正真抱歉啊，过去做了真济唔好的这个歹代志，对祖国吼，尤其对祖国国家拢有一寡这个伤害啦吼。所以咱头拄仔嘛讲到，这唔是头一件代志，但是这个意义是啥物？尤其咱讲吼，这个一个商人也好，还是讲过去反送中也好，迄当阵拢还没有这个国安法，但是伊即阵是用中国的国安法啦吼。啊，你若要讲反送中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咧香港，但是伊即阵打入去深圳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部分是一个看一个啦吼，拢是设计好的这个剧本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区委员吼。其实咱看到。对于整个的台湾人来讲吼，尤其咱讲过去反送中一段时间啊，甲即阵吼，啊为虾米这个时间点摘出来，可能嘛是伫咧咱讲双十节，大家咧庆祝的时阵啊吼，但是这回你有看出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无？其实针对李明基这个事件吼，咱台湾民众党吼，基本上先提出抗议甲谴责吼。其实阿强啊安尼做法吼是。一种吼传统的迄个统战甲心理战的一种方式，啊，其实对于咱台湾的人民吼，其实只是愈久愈远尔啦，愈亚神吼，系愈亚神尔。那大家有印象吼，咱2016年的时阵，迄当阵那个总统大选，咱有一个足古锥、足红的一个迄个咱的迄个周子瑜吼，迄当阵啊嘛是安尼部分，类似安尼部分伫媒体上安尼啊告白吼。其实吼，这个部分吼，其实对于咱两方的迄个关系吼，拢无帮助吼。那更加是吼，咱台湾的人民吼，对于这反中的共识啊，反中反共的共识吼，更加吼无法度接受吼，嘛违背咱台湾主流的民意吼。所以这种方式其实只是更加增加对立尔。啊，加上咱即马迄个咱无人机的这演习，强军的演习啊，吼，间谍案吼啊。这个部分吼，一直透过安尼遮侪不同的这个片面的这个资讯吼，那任何审讯，咱希望讲拢爱伫咧公平法制的迄个程序下，那真正有罪咱来判。啊，即马就是讲国安法通过了，大家足紧张的。啊，咱其实知影大量佮足侪咱的大商，咱真侪台湾人民，大家拢人人惶恐。即马这个部分就是根本。两方无法度吼冷静落来去讲这个问题吼，所以咱伫咧遮嘛要呼吁迄个中共吼阿强啊吼，卖吼，佮安尼啊刺激吼，咱两边吼人民的对立吼，嘛要求吼中共政府吼来释放李明基的这部分啊，陆委会嘛迄个积极的介入吼，协助李明基伫咧因为政治因素吼，关押伫咧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吼，互因会当安心吼。尽速的返台这样子。有影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李明基咱头拄有讲到，伊个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这个背景啦吼。其实咱头拄有讲的，伊若是一个做商的人啦好，还是讲吼真正去遐做生意的，做咱讲的吼华语讲的望远镜，大家叫做吊镜吼。真正若是做生意，啊，这回伊讲吼，伊是去这个陈雅玲所骗去的。咱但是嘛看到讲，这个吼枋寮乡的这个乡长吼过去吼，伊就是咱讲台北市议员吼，以民进党议员这个柯嘉培伊这个助理啦吼。啊，即阵是吼选调啊，咱讲伫这个民选的这个乡长，但是这个背景吼。安怎想都想袂到讲，伊即阵来教讲陈雅玲啦吼。咱继续来先请教这个文琪兄吼，安怎先看即回事咧？我看吼，咱看这件代志，我6点甲大家报告6点吼。第一件代志吼，这个国际政治就是安尼吼。我先讲国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看李先生吼，咱李先生的迄个身份，你伊也有这个心理的准备啦吼。第二点，我甲大家报告，咱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对迄个进前迄个李登辉总统害死迄个刘连坤，伊迄嘛是间谍，吼，咱来底下表示哀悼之意。你做这条路，你就可能你真正爱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我感觉阿强啊，即卖即个做法开始。
必须要被谴责。OK， 好，因为咱讲希望讲有一个程序正义、实质正义，这基本上伊爱交代，绝对袂使安尼做。但是话佫讲转来，我甲大家报告，咱若看讲，咱若是无认同阿强啊即届这个做法，我甲大家报告，发生伫咱台湾，即马佫伫咧龚清、向心，啊，佫王炳忠，你看咱的李梦居，这个李胜志，伊就敢翕一个相片，若是讲这种卡，唔是讲卡小，这种程度啦。有法度用间谍罪的话，你看王炳忠、甲龚清、向心，咱台湾人敢真正爱甲阿强爱水准共款？你袂使讲哦，你讲阿强也袂使安尼做，到尾咱家己是安尼做哦。这个标准我一直定讲，这是上重要一件代。第4点，甲大家报告，咱的机麦啊，咱的市长因为今仔世芳委员伫遮，伊甲咱迄人讲，伊是咱的行政院的副院长，伊讲是咱的治安长，伊讲5000个共谍。迄伊讲的哦，毋是我讲啊，无等下记号啊，记埋搁要甲我告5000个伊讲的哦，伊即马就爱掠互我看。我感觉阿强啊，即届较害是啥？恁知无？我感觉伊无进入状，除了我感觉伊当然是有统战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想法，但是我感觉伊伤过韩漫啊，他没有进入状况。你看到咱李先生的哦，这个所谓的282。其实伊爱用1450带风向，伊迄个编号啦，我甲大家报告。所以我希望讲，咱世芳委员伫遮咧讲，希望讲阿强啊，一定爱袂使安怎啊，紧互咱台湾人转来，我拢赞成。但是咱定下咧讲，你若希望讲有一个实质的正义、程序正义，共款拢重要。所以你咧要求对方一定爱安尼做时，咱台湾人嘛爱安尼做，因为你感觉咱的民主自由是比阿强啊迄边搁较好。但是我头讲的迄几个咧，你家己看。到尾咱是安怎共做？国际政治上，你会看到讲美国甲俄罗斯进前哦，你掠我的人，我就掠你的人，各位，所以美国人嘛免伫遮讲啥。咱台湾派间谍去遐，阿强派间谍来咱台湾，这拢足正常，是咱家己本身有迄个材料无？所以我头讲啊，伊莫讲5000个，拢伊讲的。我讲你先做文款，但是你爱程序正义、实质正义，你拢做着啊。你今仔唔只我讲你讲话唔只会红声，到无你即摆你讲伊安尼做唔对的时阵，到台湾人你做的方法。嘛是甲伊差不多啊。咱先请这个世芳委员来回应啦，就是讲啊，这个文基兄吼，先甲这个咱讲这回这个李明基事件吼，甲咱台湾掠这个强敌的吼，这个部分来相比，你感觉安尼有通无？拄则文基兄特别讲到吼，讲迄个一般啦，一般咱的市面上顶悬来讲啊，台湾有一寡强谍啦，吼，共谍啦，吼。大概是5000个左右啦，吼。一般来讲，咱也是用这个政检顶悬讲的是第5纵队啦，吼。这是不是真正构成这个间谍罪？吼，其实就要有一定的法律程序。大家拢知影，伫咧旧年的时阵啊，尤其是伫旧年12月，第一立法院通过一个法律叫做反渗透法、反渗透法，吼。反渗透法主要就是针对拄则文件所讲的，包括龚清、向心，吼，即寡人伊伫咧台湾吼，涉嫌着甲台湾人的交结，吼，然后甲一寡咱台湾的资讯送去大陆。对台湾的国家安全形成足大的威胁的时阵啊，咱唔是先甲掠起来，然后甲绑架了讲哦，伊是啥物面对祖国哈祖国啦犯罪了后叫伊来自白，我无用这套的，我就拜托你的律师伫倒位，你请伊来，照定数来，而且你若是需要因为爱调查这块证据吼，需要有积压的时阵，按照积压的程序来处理吼。所以台湾是一个有法制的国家，咱就按照法制一步一步来。认为你若讲有侵犯到人权，你会当去任何人权组织、国际上人权组织来控诉讲台湾的政府倒一个所在违反人权。拄则有讲到吼，我无认为李明基这个案件呢是伊的水量是甲这个龚清甲向心并悬。我是认为李明基普通是伊只是普通人，伊是普通一个中小企业界的人，而且伊就是。好奇，咱台湾的人去香港了后，看到香港警察咧拍人，我感觉趣味吼，甲翕起来了后，转去讲讲，你看我伫现场看到呢，我无去用拍吼。大家拢知影，台湾因为是言论自由，所以你相片顶悬，除非你讲是违反法律的相片，你放在了后是不要紧。但是因为你走去中国，互中国了后变做讲互掠起来，当做是一个证据，然后伊就开始踮咧分化台湾。譬如讲，这个枋寮乡的乡长到底是毋是真正讲骗去香港的人，咱唔知影。但是我较趣味的就是讲，我有提供一个案例吼，就是讲伫咧陈雅玲伊的面册顶悬吼，有讲了一段话，我感觉趣味啦吼。我先念互大家听啦吼，就是讲吼。这个是陈雅玲面册头顶所写吼，伊讲吼朋友传来这个五毛的吼来自我小解，他讲吼写，阿强啊吼写这个吼，咱讲正体这个华语啦吼，伊讲吼你好，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指挥部国屏东分部的3级指挥员吼。
咱讲吼，即阵上级有命令吼，作为战争吼前上后的这个收尾工课啦吼。陈雅玲面册吼，就要甲你遮即个数据吼，甲你做一寡收集啦吼。安怎收集咧吼？我吼已经将你的这个面册、这个相片吼，等等吼，佮有遮即个信息，甲伊登入去咱讲 Big Data 内底吼。请问敢会当吼对恁进行采访啦吼？吼，以便吼进行讲战争后的这个媒体宣传啦吼，面对面或者是讲文字的交流，拢会当啦吼。所以吼，佮会当互你有一寡这个报酬啦吼，互你钱啦吼，面对面吼来话吼，世界各地拢会当来去做一寡对话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委员嘛有提供吼这个部分，但是这代表是什么意义咧？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咱唔知影。但是这段文字呢，若是真正为这个枋寮乡的乡长吼陈雅玲遐提出来了，我认为这个陈雅玲伊家己啊，紧去咱的警察局遐自首啦吼。自首就是讲头一项，即马中国大陆遐有新建这个新建指挥部的这个3级指挥员，要来甲你访问，要搁摕钱互你，要搁甲你访问的物件放在伊的文字内底，就表示啥？伊就是要甲你 Q 嘛，吼，然后要创啥？要甲这个文字搁经过转化了，可能明仔载搁放在因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搁开始播送出来吼。所以这件代志若是真的，我认为讲应该爱寻求法律的定数，比如讲你去检察官遐吼，甲伊讲有这件代志，希望伊会当甲你帮衬，啊来保护你的安全吼。然后啊无你陈雅玲除了台湾以外，你啥物所在都唔通过，因为即马大家拢知影，香港的这个反送中条例啊，有讲着讲你若是有去香港啊，任何中国的所在，还是中国伊大使馆以后会当掠着。伊即马对着澳洲啦、美国遮共款啊，你若是去香港要掠嘛，给你掠起来吼。所以我认为讲这件代志呢，应该甲咱台湾的法制较无关系，应该是针对讲是政治顶悬的新建，甲政治顶悬的统战的单位吼。所以咱家己心头爱了定。头一项，那如果台湾的人有接受到这款的讯息的时阵呢，你会当马上去咱的这个莫讲国安单位啦。检察官遐也是警察局啊，该报案。是啦，因为咱台湾会当保护你的安全。然后，你若有这款讯息是直接为这个中国大陆来，你嘛是要提供这款讯息，到底是毋是真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建指挥部？我阁毋捌听过这个啦。但是咱看会出来是讲，因为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开放的社会，你任何所在，包括为美国、中国，甚至你要为北极、要为南极来讯息，拢会当入来台湾。但是台湾经过这么久，咱包括选举期间受到这个假的讯息影响了后，咱嘛是共阮心头掠定，佮选出咱应该有的国家领导人。就咱像2020，咱选出是蔡英文总统，毋是选韩国瑜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台湾的人对这款假的讯息，应该家己本身就一款免疫力，吼，知影讲这是真的还是假？这个是一个成熟、成熟的这个社会民主应该有的，这个市民应该有的这个素养，吼。所以我要甲各位讲。针对李明基这件代志，陆委会拄则咱区委员嘛讲过，陆委会也好，还是讲相关的海基会，应该马上去这个讯息吼，甲中国的迄个相关的，包括国台办吼，还是讲我唔知即恶意的所在是毋是咧亲近，还是其他的所在，爱马上要求伊提供讲这个人到底是咧倒位。咱海基会有啥物法律程序会当甲斗3工，我感觉安尼才是正办。是啦吼，咱讲到这个李明基这案吼，这个陈雅玲吼。乡长已经嘛讲吼，真正这个文章搁一出来，明仔是毋是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操作啦吼？咱搁先请这个文基兄补充。我小可补充一下啦，因为我看委员安尼讲，我足感动的，但是伊爱心口一致的，是民进党政府。第一个，你若讲假新闻吼，民进党即摆一直定定咧用社违法咧处理的，吼吴钊燮进前讲的去由国防部拍出的。那咱嘛无看到民进党政府对吴钊燮安怎做？他咱讲的反渗透吧，甲迄个国安无法，我甲大家报告，请大家好好啊认真去读册。迄种法律12条、13条，你摕去法律的学者面头前讲，迄条法律真正有符合程序正义，完全都是背景朦胧，拢是安怎拢哇，什么正当原则，拢是伊若是要安你的罪，就发到安你的罪，伊拢无讲清楚，这敢真正法律？所以文基兄的意思就是讲吼，真正爱恢复到咱讲对等啦，但是阿强拢无对咱。对顶啊，咱继续搁清楚。咱台湾人家咧做阿扁啊，迄个小纸条，那真正迄间谍罪，阿扁啊，迄个小纸条，大家会记哩无？所以我讲欧洲进前迄个假的新闻有无？要创韩国有诶，你有看到民进党安怎处理无？所以我讲希望讲这种代志，你若是真正要讲，我希望民进党政府徛伫台湾人的关刀，你若要处理，你就无双重标准，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上重要的部分。文基兄讲吼，卖双重标准吼，但是咱讲对人权的这个追求也好，还是讲对咱讲台湾人。吼，伫中国受害啊，
咱敢真正袂当吼，这个搁激点点，咱继续来请教区立委啦吼。是。原则上，这李明基的这事件吼，咱其实吼嘛讲到讲侵犯人权的部分，咱绝对无法度接受吼。所以这中共的这个方法吼，其实我想吼，咱全台湾大家吼上下一心吼，拢是爱抗议来谴责啊。所以讲即马有啥物法度吼？透过什么平台还是机制吼，透过农委会来协助因，我感觉这是即马上重要。啊，过来咱嘛是爱服务迄个中共阿共啊吼，因为真济吼，真济即马是两岸的人民吼，伊高度的对立。OK， 有当时啊吼，咱是反共不反中，咱莫讲变成人民之间的对立，我感觉迄度足危险嘛吼。两边咧仇视，我感觉足危险，因为这后壁两岸的和平吼，嘛是咱爱。务实的来去面对这个问题，以后嘛是咱爱寻求一个爱有一个共同的方式来去搁行咱的未来吼。无讲正经的呐，即马这个状况吼，咱真系是足烦恼的。所以基本上，咱希望讲中共阿共啊吼，咱会当重视这个状况吼。啊，咱迄个陆委会、海基会，也是咱的政府机关，透过咱的正常的听书吼，来协助咱李明基的。这个部分啊，各位的家属，我想这是在即摆根本来做的代志。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对人权的这个部分，尤其咱讲过去已经有这个140几件这个部分，台湾人伫遐吼被失踪啦吼。咱看到过去较有名这个案件吼，李明哲吼，伊是2017年3月时阵去拜访吼，去广州啊去互中国机关吼拘留啦吼。另外就是2017年的时阵，咱看到嘛是互法院。讲到啥煽动吼，颠覆国家政权罪吼，迄种判刑5档吼，是头一位吼用到这个罪名颠覆国家政权罪坐驾的这个台湾人啦吼。第二位咱看到是蔡金秋吼，2018年7月时阵去福建吼来失联。啊，另外咱们看到讲2019年吼一档了后，国台办讲伊啥，伊涉嫌到同款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活动吼，即阵也搁咧审查当中吼。咱头段嘛有讲到吼。中央电视台这个新闻联播，还有伊其他这个专题报道，拢讲有差不多100多名这个间谍案啦吼。所以你看，这个依法审查当中，咱即阵看到吼，头拄啊是咱讲李明基啦吼，尾手可能小连续规关肉粽关咧关起来，伊就讲恁台湾就是遮尔这个间谍伫咱伫因这个中国内底啦吼。所以咱看2018年8月时阵去中国来去失联啦吼，国台办嘛讲吼，伊个是涉嫌到这个将士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活动。依法来审查当中啦吼，所以咱个看啦吼，即阵是打开始尔，尤其咱讲伫双十节，即个咱讲国家的庆典以后啦吼，啊其实蔡总统，咱头拄有讲到，即个老委员嘛讲到，即回即个咱对方吼对两岸的即个部分已经是和平要来求对话，但是中共安那无要甲你信到吼，先做回来看。双十国庆，蔡总统以团结台湾、自信前行为题发表演讲，分为4大部分，讲到台湾防疫成果、新台湾经济战略、国防战略，甲未来外交上如何积极参加区域合作。伊首先感谢防疫影响的努力，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坚韧之岛的面貌。今麦面临疫情后经济挑战，政府会向3大策略方向行，打造大家所盼望的新台湾经济。整合政府跟民间的资源。以及跨部会的能量，全力、全方位的投入，让台湾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经济方面继续六大战略产业甲国家级产业创新，面临区域和平稳定，也算是以坚持国防维护国家安全，不止武器装备提升，后备动员制度改革也赶紧推动。对岸的军事扩张跟挑衅。我们会持续强化防卫战力的现代化，并且提升不对称的战力。面对区域和平稳定受到威胁，我们坚守不畏战、不求战的原则，避免擦枪走火。为了两岸经济紧张，全世界拢在关注中国扩张霸权，伊也个向中国发挥希望北京重视台湾的声音，改变处理两岸关系态度，甲台湾共同促成两岸的和解甲和平对话，强调两岸的稳定是双方共同责任。只有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我们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这就是台湾人民的主张，也是朝野政党的共识。
不过，中国国台办是回应蔡总统的讲话，延续对抗苏菲加绝对意识，佮显示民进党当局无毒的本质。两岸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因为蔡政府无承认九二共识，只有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正轨。两岸就应重启对话协商，台海间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连任了后，这蔡总统详细这个演说的这内容吼，大家吼有人讲是肯定啦吼，但是国台办又国是吼罐头迄个话啦吼，九二共识爱回到吼，才会当重新来去对话。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蔡总统伫咧发表这个演说吼，其实有4大重点，防疫也好，啊咱国防吼有部队顶的这个战略，啊咱国际已经看到咱军人之岛这个部分吼，心情下下吼，咱讲啊经济战略，啊有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定做啦吼，嘛要打造咱讲台湾是国际资本啊人才、数位技术哦，拢是遮吼，该斗起来这个重点吼，经济都要搁再起吼，这个红利。互全国人民来去享受啦吼。其实咱嘛讲到这个国防的这个部分，尤其吼咱嘛讲到真正这个甲周边国家强化安全谈判的这个角色，真正非常重要吼。咱讲区域啊这个和平吼，台湾这地应该是无起无空，但是咱看到。中共这个强机也好啦吼，也是军事演习，拢伫要吼，咱的这个台海之下吼来去做进行啦吼。另外吼，积极参与到这个这个区域的这个合作，未来吼，咱嘛讲到，甲这个国际、甲区域的这个新的秩序，也有一个建立，愿意和北京当局共同促成有意义的这个对话。但是这个有意义的对话，咱门即阵拍开啊，但是中共的门自蔡英文上任第2任啊，吼，这个门也是关掉啦吼。委员安怎看咧？是，我想蔡总统这边的这个谈话啦，吼，我认为上重点的部分就是肯定咱过去4、5年以来民进党的政府吼的施政的结果，尤其是长久以来台湾啊，伫咧国际地位顶悬，拢全是因为中国政府吼甲咱孤立，所以咱要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也是要参加任何国际活动，包括咱的囡仔要参加运动比赛等等，拢全部互矮化。但是这一遍，吼，咱台湾吼，唔是用什么美金啦，唔是用什么新台票，咱是用咱的喙罨，咱的喙罨的外交，变做全世界拢让咱肯定台湾的存在，包括咱9月底伫咧联合国顶悬，所有台湾的邦交国、甲非邦交国拢替咱讲话，包括欧洲议会，吼，所以真侪人拢替咱讲话的时阵，咱就开始爱来反省讲，其实台湾唔是孤单的存在，所以真侪国家，包括美国这个大国家，要开始来帮助台湾，会当突破咱伫咧台湾参加真侪国际组织顶悬的有意义的即款活动的时候，咱家己爱自立自强。自立自强以外，另外咱都要安排伫咧两岸关系顶悬，两岸关系伫咧马英九总统落来了后，蔡英文总统去哩，蔡英文总统伫咧头一遍对咧咱全台湾当选5立强讲话，拢有讲到。讲9二共识已经过去的代志，跟咱历史共款，这夜已经变过去啊。既然已经变过去了，有新的共识，还是新的有意义的对话。这一向以来5年以来，拢全是蔡英文总统对中国的当局所提出的这款意见。但是中共呢，伊家己无变巧，伊认为讲无论安怎，我就是要恢复讲原来一中原则9二共识。但是咱拢知影，一中原则9二共识这8字。伫咧马英九总统做总统时有用过，但是伫咧中国国民党甲民进党伫咧选总统的时阵，中国国民党用过了后，拢无办法受到台湾人的肯定，所以9二共识伫咧台湾已经是旧啊，已经是老啊，已经是臭啊。既然是已经臭啊了，你要用9二共识，即款1992了后所大汉的囡仔，差不多拢变做大人啊，拢唔知9二共识生做啥物款，要搁用即款的旧物件，敢若咱咧讲，敢若即个。裹脚布啦，用中国的术语来讲，你要用裹脚布，去甲中国对话，所以呢，国台办一向拢无办法变巧变新。因认为规个台湾，因爱迄个交通的对象就是中国国民党遐个老伯伯，伊唔知这老伯伯伫咧台湾已经无选票啊。所以，若是继续用这款方式来甲你骂、来甲你消遣蔡英文总统所递出的橄榄枝，我认为唔是正办。所以我甲你讲，就是讲，伫10月初10这个谈话了后，我认为蔡英文总统有一番自信。伊的意思是讲，你若有要甲平等、甲尊严的对话，任何对话，伊拢会当来你参与。任何对话拢会当参与。但是上重要是爱有对话，有对话了后，才会当确定讲未来，包括台湾在内这个
区域顶悬的安全、区域顶悬的和平，是毋是共同来遵守？莫讲动不动哈，即个军机就来啊，动不动啊，即个阿强啊，伊就甲你吓惊。我认为这毋是正办吼。因为台湾的人已经足野心，中国伫过去一冬内底用香港的案例讲，即马香港已经互我回收来啊。但是你甲香港即个土地摕转去，你香港人的人心无甲摕转去时阵，即种的执政是失败。台湾的人，我拄则讲到，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咱是有自由甲民主的社会。咱有看到中国政府安怎对待因一向，感觉讲香港人安怎处理？咱台湾人本来就毋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搁用即款老套的部分，其实无办法获得人心啦。人心对人心，你若是无办法扭会调。我看任何即款的什么威胁啦，还是讲要甲你用口的统战啊，拢无办法成功。所以我感觉大部分人，因为我所知影，伫个咱的10月初10啊，咱的蔡英文总统这个谈话了后，大概无分党派。这个领袖拢全是赞成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款讲法甲做法。咱先过来请教区委员吼，其实咱看到这回是这个连任了后啦吼，咱看到这是蔡英文吼团结台湾、自信前行吼。其实伊讲互国际听，嘛讲互国内听，团结非常重要。啊，咱台湾人嘛爱有自信吼。继续，咱先请教委员。好，是感谢主持人吼。我想吼，针对迄个蔡总统伫个国庆吼来问告的内容吼，我首先要互蔡总统一个肯定啦。我真欢喜看到蔡总统吼愈来愈有智慧、甲信心吼，会当吼更较务实的来面对咱两岸现实的这个状况吼。啊，毋过即马上重要的是两岸吼，两岸无互相的信任啦吼。即马这个信任完全无存在啦吼，所以基本上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啦吼。所以我感觉一定要先恢复两岸的迄个基本的迄个互相的机制吼，才会当稳定吼两边的关系较和平吼。啊，毋过咱会当看到讲蔡总统即届对中国大陆的迄个语气吼，已经吼。甲过去比起来缓和足侪啦吼，已经缓和足侪吼。这可能嘛是今年因为无需要去选举啊吼，嘛免个吼，因为迄个反中的氛围吼，个遐茶天花岛吼，这我看是真主要的原因吼。除了吼无用毋免去选举吼，啊，过来就是咱即马可能较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这后手的这个不确定性吼，这个即马个无确定讲川普到底会当选袂当选吼，这嘛可能是即届吼2020吼总统的文告吼，伫个这迄个。态度了小可落软的主要原因之一啦。吼，当然咱爱两个部分吼 ，Plan A、Plan B 拢爱来准备吼。咱嘛爱做好川普吼，有可能无法度连任的这心理准备吼。若讲是拜登当选吼，我想迄大方向是袂安怎改吼。啊，毋过我想对中国的一寡策略吼，嘛是一定有小可的调整吼。啊，台湾应该安怎吼？要安怎重新来布局咱台美的关系？我想即马这是上重要的吼。所以。要安怎选择两岸的关系？要是全面的对抗，还是和平的发展吼？要接受，还是要冷战吼？这拢是总统爱综合考量的。我真欢喜讲，即届总统释出这样的善意甲橄榄枝吼，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吼。要安怎证明吼？即届主动权是台湾先递出来，啊，毋过嘛真遗憾哈，就是讲阿强啊，即届透过这李明基啊，甲这共机绕台这部分吼，互这台湾人民足无法度接受吼，其实甲两边愈杀愈远，即嘛是这是咱上烦恼的部分。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伫咧中共这个动作的时阵，其实蔡总统嘛阁引用吼，咱讲嘉宾有这个歌王吼，伊讲有路咱就沿路来唱歌，无路咧咱就撩溪来过岭吼。其实咱就吼讲这路是咱家己开创，但是有人要断咱的路，断到这个时阵，咱台湾的这个思考啦吼方向，有当时啊嘛是爱转一下吼。但是咱头拄有讲到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部分吼，有人讲吼这已经过时，尤其咱看到习近平伫咧2019年吼正月这个初六的时阵，伊讲哦，这个九二共识吼，一国两制吼是台湾方案吼，真正迄当阵已经伫台湾吼受到真大这个考验。但是这回国台办因为这个文告吼，伊阁安尼讲吼，咱看到伊这个回应吼。台湾人敢真正听得袂深，咱继续请文琪兄。对于我来讲啦，蔡英文这届总统的讲的话啦，值得肯定。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啊，就是作文比赛文青题，
我老实讲，我看路是简，我感觉看代志足简单嘛。你免讲伤济，我定定咧讲一点，你免讲你爱我，你做互我看。我讲你唔好见那讲有路无路，上尾是死路一条，咧过奈何桥。为啥我安尼讲？你对咱这4点来看，我讲吼，为啥我会互人遮讨厌？我直接讲，你看伊讲的这几点防疫成果，咱稍微较简单讲，你看咱的口罩。到尾咱的防疫中心，到尾连迄个品质，想要去甲人比的时候，伊唔敢摕伊哦。口罩之乱，第二个，你讲经济战略，我先卖，咱来看着讲迄个供应链重组，我甲大家报告，咱的邱委员、区委员是做生意的，你要移转一个迄个产业链，3无3档4档，你讲产房，迄个产业迄个工厂，第二个，为虾米上海、台湾？上海的美国商会，伫美国的川普总统讲，伊要脱钩的时阵，为什么7成的美国的商人，为什么选择扩大投资？我讲希望大家去想，啊，讲到国家安全，你看，你即马讲咱买的武器，到尾拢过期的，啊无够用的，到尾你看卖咱的钓鱼台，即马前几天咱较讲的新宁波236号。蔡英文政府即马，咱当初讲的这件代志足简单的嘛，你的 VPS 迄个定位，你就讲出来，到底有处理也无处理，区域合作，你看咱较早，我定下讲咱出社会啊，咱足务实的，你免甲我讲伤济，为啥过去 ICAO 咱也在参加国际刑警组织，为啥你民进党你执政了，到底互安怎互台湾人会互国际世界的国家看到咱？我是讲，大家若是冷静落来，想看卖讲。甲较早比，甲即马比，你到底有比当过去较好无？即样你看着蔡英文总统甲咱讲，哇，即马钱拢转来啊，1兆元，这伊讲的哦，这伊讲的哦。各位台湾乡亲，恁想看觅？恁感觉恁即马生活甲较早比，这1兆元是走去倒位？股市、房市拢咧炒，又拢热钱，咱台湾人有扣到无？咱有去送到无？我讲身边讲遮济，较早咱会看到迄个中小企业处，还是我迄个经济部长次讲迄个0元。即马你讲要讲1兆元，我嘛无要紧，但是遐利益有没有让我们台湾人民每个都分享到？大家都有分享到无啦吼？所以讲大家要有一点求知的欲望。为什么芝加哥商会会讲说哦，如果真正要修正，歹势哦，3成的人恁家己去。所以我讲你对于这4点防疫成果安全啊，迄个国家队，各个经济战略，到尾甲大家报告，这个我感觉世界上界限。经济战略大家会记得无？咱的蔡英文总统甲咱讲啥？我们要把鸡蛋分散在其他的篮子里面，所以他本来在总统府成立一个新南向小组，各位去查一下，为什么今麦的新南向小组缩编？因为我们绕不过去中共嘛。为什么咱今麦在看新东协？你来讲去看经济部投审会数据，各位乡亲，投审会咱讲要分散鸡蛋，结果我们对东协的国家的投资全部往下掉。为什么呢？民进党都甲咱讲，哇，咱足牛的吼，台湾人上该用。各位真正你看这个数字的时阵，数字会说话。真正台湾人有爽到无？你真正感觉咱较有尊严无？还是讲咱爽一时？各位真正丢去的时阵，就看到吴钊燮讲啊，无安尼吼，咱无要甲美国建交啦。咱若修正的时阵，咱靠咱家己无爱靠美国啦，无法度靠美国。咱先请这个委员来回应啦吼。其实咱看到的头拄这个文基兄有讲到吼，咱袂当参加到 ICAO 吼，其实。嘛是有这个中共的影响力伫遮啦吼，啊，咱讲吼，这个文基兄讲到，民进党拢是花口号啦吼，啊，咱请这个委员先来补充一下啦吼。我先补充一句话，我感觉文基兄口才有够好，伊应该转去中国国民党继续做发言人，因为伊若无转去中国国民党继续做发言人吼，咱的江启臣这个主席啊，无参像讲伊即马排名第3，啊，无就是像迄个咱中国国民党伫个立法院内底党团的召集人啊，林维洲。伊个多咧讲中国国民党爱改名，甲中国去掉啦吼。啊，这什么意思？就表示讲啊，现主席的人心，大家拢知影，咱家己台湾人爱当家做主。这是长久以来民进党所主张的。既然是台湾人爱当家做主，毋是一个人咧当家做主，是所有的台湾人咧当家做主。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有民主、甲自由、甲有选举的社会。咱选举的社会内底，由这个大多数人来决定公共政策，这是正确。然后民进党敢真正讲干那画口号，无咧做代志，大家拢知影。蔡英文总统在头一任的时阵，我先来回答这个新南向政策。伊事实上有成立一个新南向政策，我相信在座咱的区立委伊嘛知影吼，因为伊有参加真济咱新南向国家的真济商业的活动啦，袂当甲直接甲简单讲伊是生理人，我感觉安尼无好。事实上，伫个咱的这一边，蔡英文总统啊，伊的新的经济战略内底，就是要结合着真济人来共同建立台湾啦，伫个非
迄个中国也就非这个共产主义的供应链内底，非红的供应链内底，这什么意思？就是讲，除了中国以外，包括为日本、韩国，也是讲台湾，也是澳洲，然后是新南向国家，真侪民主国家，因这经济活动内底，先要去除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伫咧长久以来利用“一带一路”，伫咧用因来扩张因中国共产党的集权社会的努力。吼，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咱需要互大家人民内底咧，家己国家内底享受因家己经济结果。但是咱即马若是真侪国家内底的即个港口。也是飞人机场是中国替咱起的，然后咱来纳伊100年的租金，负债累累啦吼，无主权就无去啊！伊即马要军舰甲你塞入来，伊要甲你创啥物代志，你完全无办法自主独立一个国家。但是台湾即马因为咱家己经济也好，也是讲咱家己伫咧即个科技，尤其是半导体吼，咱的即个台积电吼，TSMC 做到遮尔好，所以咱看到即个部分了后，即马台湾是徛伫咧中国。甲即个美国即个所谓新的经济供应链内底，咱要徛什么所在，已经非常的明显。就是咱家己若是无透过高的科技来保护咱家己的资讯的安全，保护咱家己国家的主权会当独立，袂当互人侵略，袂当互亲门大户，这是咱头一步。伫咧这段时间内底，蔡英文有做到无？我相信蔡英文总统若无做到，伊这边无可能是817万当选。第二项，伊咧这边的国庆谈话内底有讲到。就是要搁继续扩大以后，要透过甲咱新南向国家、真侪国家共同来成立这个高科技的供应链。咱真侪伫咧中国投资的大商，因为疫情也好，因为中国愈来愈严的这个控制，因为伊毋是透过法律来控制，伊透过人来控制，人为统治的世界的时候，所以因需要甲因的这个工厂也好，还是讲甲因的资金。来回转来台湾，还是讲回去其他的国家，包括去越南也好、印尼、菲律宾拢无要紧。所以咱会当结合到遮，咱真侪大商慢慢啊刷出来原因，吼，也是真侪其他的国家，当然嘛有人，咱拢知影，抬头的生意绝对有人做啦，了钱的生意无人做。若要抬头去习近平顶下宾馆做，要饲遐嘛是有人去，迄因家己的代志，伊家己要负担风险。但是咱用趋势来看，事实上真正规个世界的供应链已经慢慢咧形成当中，所以是安怎？那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次卿啊，这个克拉克，伊来台湾的时阵，虽然咱即摆还搁咧讲这个有关经济基础对话，就咱战略啊谈，就是表示讲未来台湾是毋是共阮会当依持咱伫经济发展顶悬，尤其是高科技顶悬的趋势甲优势时阵，毋是干那台湾单独一个咧做。咱阁有美国的朋友，咱阁有日本的朋友，咱阁有新南向国家的朋友斗阵咧做，所以你要做的当中，当然嘛要牵涉到你家己的表态。你袂当讲我也要阁甲美国做生意，然后我阁赞成中国的迄个习主席内底讲的一带一路，那这种方式人袂赞成。就是即阵嘛讲吼，甲自由世界吼、自由市场徛公平这个部分吼，咱继续阁请教吼。过去伫咧越南吼做大商吼，其实委员嘛看真济啦吼，这1亿吼，敢真正是假的啦吼。1亿吼，我想迄个蔡总统即届发表的演说吼，中吼讲到这经济的部分吼，这个部分是阮较了解啦吼，因为即马头拄咱老委员讲的无毋对，即马非红供应链就是中国以外这供应链确实已经伫咧这几年吼。包括疫情的加速、甲美中贸易战、甲香港反送中的状况吼，即摆是愈来愈明显吼。不过咱即摆要讲的，就是讲吼，虽然讲台商咱要来转来台湾，不过即摆嘛是集中伫咧这资通讯、电子较大间的。咱讲正经，咱真侪东南亚，也是讲大陆真侪迄中小企业吼，伊其实无遐好耍啦吼。包括即摆香港包括即摆国安法吼，后手因资金要出来吼，等，其实拢是。一寡问题吼，其实无遐尼简单啦。当然，这是一个对的方向，毋过方法是安那，要安那做。咱这个机制的平台要安那去建立，包括咱讲到新南向这个国家，越南、菲律宾，也是讲马来西亚、印尼。其实咱若有伫咧东南亚做生意，就知影讲，其实这个国家受到中国影响更较大。其实国内大家可能无遐感受遐深吼，我们伫外口做生意，其实伊受到的政治干扰力也比国内来得更重。伫咧国外这个政治感无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无讲正经嘛，无遐简单。咱当然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区域的关系啦，吼，包括今年吼，
其实伫咧8月的时阵，咱一寡迄个中南美洲吼，一寡甲咱本来邦交啊来断交的一寡迄个国家吼，8个国家吼，啊差不多有80个政要吼，啊提出讲啊支持台湾的民主啦吼，支持的即个部分。啊，即摆咱台美的关系很好，是有法度外交部来具体来去甲遮断交的迄个遮国家来恢复邦交，是毋是？包括咱国民党吼啊。前2礼拜，伫咧立法院提出的台美复交的公决案，其实这部分拢是咱会当努力的方向。啊，那咱大家讲新南向这个部分，他咱文志兄讲的无唔对。其实伫土审会遐的资料，包括因来投资的也是咱过去的，其实迄数字讲正经个无遐水，因为伫咧东南亚的一寡产业。大部分拢是传统的迄个中小，传统产业较济啦，吼，传统产业伊的利润较无遐好啦，遐无遐好的时阵 ，FTA 对因来讲有最重要，所以伊较无条件刷转来，因为这刷转来嘛毋是咱国内会当随接受的产业，因为因的高耗能啊、高污染，还是讲咱的环保的条件，其实无遐尼简单啦，所以咱蔡政府吼应该爱更较具体的甲方法，甲什么产业爱互因转来啊。一寡这供应链爱扮演什么角色？吼，规个供应链爱区域甲画要清楚啊，包括咱文遐讲的无唔对啦，这资金嘛转来。你讲差土地，我这无认同啦，因为境外资金的部分，其实顶有一个条例，伊有针对相关的实质投资，甲伊这投入新创5+2的这个产业有一寡优惠条件。啊，当然这部分经济部甲财政部爱去做相关的管理，啊，不过要安怎培养咱？真正甲经济的果实，让全体国人共享，这一点我是认同。要安怎提升咱国内的本国劳工的收入，还是因的所得，还是讲相关的投资要聘用多少我们本国的劳工，然后建立我们这些技职体系的这个在这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力，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这个努力的重点。那最后我要讲到就讲，不管怎么安怎，我感觉。因为两岸的关系，咱即摆无法度，毋是咱共准煞，咱即摆会当做的，除了咱递出橄榄枝方向提出来，毋过方法一定要做出来。陆委会、海基会、发会的公认，过来就是讲咱国家的国家安全、国防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按部就班的去落实。我们也不要怕，我们该做的事，把它务实的去面对，累积好自己的能量，来应付后续可能的。迄个一寡状况的应变是吼，所以咱讲到这个蔡总统吼，可能这个方向是对，但是针对什么款的这个产业吼，咱这个经济当中做吼，尤其吼这个唔是红色这个供应链，咱会当吼真正开较完成的吼来去呈现，这嘛是这个蔡政府的这个工作吼。但是咱个回过头来讲到这个文革的这个部分吼。当然，咱看到讲中国国民党主席刚启程讲哦，毋望讲民进党你都要思考中华民国的认同吼，莫停留伫咧吼较片面的这个部分吼。前总统马英九嘛讲吼有决心真好，但是两岸无互信吼，尤其这个互信这个基础应该是无啦吼。但是咱要带大家来看到，就是讲吼，环球时报的这个总编辑胡锡进吼，伊是讲啥？蔡英文当局吼想要吼感受到可能真正这个战争。挺发的这个严重性啊吼，伊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吼，强基直接起无空啊吼，啊真正蔡总统讲话吼，遮尔软啊，伊讲吼，这是蔡英文总统这个上任吼5党以来吼上软的这个一届啦吼。但是伊讲这句话，伊佫讲到战争去啊，哇，这代志就佫较严重啊吼。咱先请这个文基哈，你感觉伊安尼讲？敢有合理咧？不过阿强安怎讲，迄是因兜的代志啦。咱台湾人对讲中华民国要安怎做，咱家己心头爱了解的。我是上惊吼，他咱咧讲着国家的文教，我一开始讲吼，无变做作文比赛，后尾真正写了之后，我是足惊吼。后摆大家拢会对咧国家队维持，为啥我会安尼讲？咱的老委员安尼讲，我感觉吼话拢讲得足水的。我讲他伊讲哦，咱是国家的主人，我就讲用公投法，咱一看就知影。我甲大家举一个例子，最近国史馆。把马习会那个所谓的纪念酒以外收入，我讲迄是历史，你就看到这个动作，你就知影奇气小灾。我唔知奇气小灾台湾话要安怎讲。第三点，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咱讲台湾是爱安怎巧，你看看日本安怎甲美国安怎甲阿强啊，伊想讲这边要挖美国，但是伊钱要搁趁阿强的钱，人是安怎做？你对安倍甲菅义伟，我讲。蔡英文爱去学，过来咱来看伊的总统的文稿。我讲毋是讲我挑工要找民进党的麻烦，你去看伊的迄个新经济战略，我头下讲嘛，你唯一互咱台湾人看到的，就是迄个女婿会使摕到1600万的台电的蜡烛案，啊无就是文化总会，这敢拢我讲的。
他老委员讲，我拢感觉用，我感觉伊起来真的太爱民进党。伊讲拢是翠兰香港，我甲大家报告，500万的川普川菜通话，咱的几千亿的军购，啊，搁一届迄个美国独资来租，咱是用啥物换？到尾美国的克拉克来，伊讲无啦，汇钱汇名。我讲这拢是事实哦。你若是真正要斗三江香港的遮，咱有讲过啊，咱伫节目嘛讲过啊。你的难民法嘛，这一开始正本清源、一次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就是《港澳条例》第18条？各位你有看到无？民进党无要做好，无要紧。你感觉9·2共识是垃圾台歌拢过去啊？我拢无要紧。我点来讲，无要紧，因为你即马当家，你爱处理代志，你不要跟我讲说当家你又不处理，你哪有法度找到比9·2共识更较好的物件？我欢迎。但是你看这4档哇，这5档，你看民进党，伊敢有提出来？伊只讲阿强啊，阿强啊。拜托的，阿强啊，敢对建来开始，还是讲对民进党开始较打压咱台湾？唔是，以早就一直想要消灭中华民国，所以我讲民进党，伊若是真正有叫嚣，真正讲我真的是一个执政党，我要好啊做代志，我要让台湾人徛起来，伊来好啊做代志。他苦委员讲的，我是讲台湾人真巧，我跟你讲，伊钱是安怎分散投资，搁转投资名义，为什么去炒房市、股市？我所以讲，这个代志，台湾人即摆莫点，互人骗唔知，伊爱想讲，奇怪，我较早比起来，我敢真正有过比较早更较好的生活，这是一个足实际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民进党，你即摆执政啊，你就好好做代志，互台湾人真正有尊严，这才是你真正应该爱做的代志。所以我希望啦，当然民进党即摆若是讲执政的状况，伊若果继续安尼做落去，我坦白讲，真正就是死路一条。